济公活佛慈悲主语。所谓智慧，看到别人做的事，就能够借着他的做法来推理，然后自己知道如何去做。这层道理不好了解，一般都只看到别人做，就想别人做得如何而生批评、不喜欢之心。但当你深入其中时，所做的就不见得比他好。所以应将心比心，大家的心都是相等的。为师亲自替你挂上葫芦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葫芦里有宝啊！葫芦中没有爱与恨，没有不平等，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葫芦呀。